請關掉手提電話響鬧裝置，讓大家可以喺寧靜嘅氣氛中進行結業禮，見證小朋友嘅成長。典禮進行期間，請家長幫助喺座位上切勿離座拍攝。大會已經安排咗攝影師拍照，今日嘅照片會稍後上載喺 DKI， 請家長留意。如家長有需要拍照或者錄影，請安坐喺座位上進行，以免影響他人。多謝各位家長合作。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2025至2026年度第27屆結禮懷主愛全希望現在正式開始。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校長張作芳博士為我哋作主禮，請各位起立。請何校長陪同主禮團進場。與此同時，我哋都好多謝聖多默宗徒堂主任司鐸劉祖明神父、石伯德神父、張太賢神父、司樂兒修女以及家教會主席趙之雅女士嚟臨參與我哋嘅結業禮。請各位肅立，就唱國歌。請各位仍然保持站立，讓我們一同合手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仁慈嘅天父，感謝你讓我哋能夠順利舉行結業禮，感謝你咁多年嚟對學校同埋學生嘅眷顧，我哋讚美你，求主祝福在場各人身體健康，珍惜每日相聚嘅時刻。以上所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接住落嚟，我哋一齊並唱校歌，感激每個你。大家可以翻開長刊，校歌已經刊印喺長刊最後一頁。
先。頭先其實入嚟嘅時候，司儀都介紹多次嘅，咁我再介紹多次啦。首先我要多謝今日我哋嘅主禮嘉賓張作芳校長。我哋成日都會見到佢嘅。
其實都係嘅。我哋每一日都可能真係，就算家長都面對好多唔同嘅挑戰啦，好多困難啦。但係我哋都係懷住一份希望咯，即係我哋都係教小朋友，我哋都係一份正向嘅，即係我哋教小朋友。咁所以我哋懷住一份希望，我哋覺得所有嘅困難，所有嘅都可以面對，都可以迎難而解嘅，同埋都可以帶俾身邊嘅人發放啲正能量。而家正能量係好需要嘅，我覺得喺呢個社會裏面。咁所以最後咧，祝大家最緊要係咩？身心呢啲人淨係祝人哋身體健康嘛。咁我就會祝大家身心靈都要健康咯。咁所以最緊大家發放正能量，身心靈健康，主寵日樂，多謝大家。現在有請張作康校長到台上，為我哋嘅學生致辭。有請張校長。何校長、梁神父、石神父、張神父、師修女同埋趙女士，係啦，對唔住啊。咁咧就好開心嚟到呢度。我唔知有冇家長曾經都見過我嘅咧，就係其實我同同呢個聖多文好有緣分嘅。其實我第一間做校長嘅學校就係國兒神父紀念學校。咁我喺國兒咧做咗4年嘅。咁當時咧同一個校監，當時嘅校監咧就係而家副主教蕭神父。咁所以咧除咗蕭神父上國兒咧，我都經常落嚟俾嘢佢簽嘅。咁所以我都會成日嚟到呢個地方，亦都好多時候同幼稚園嘅小朋友啲活動咧，我都會參與。咁我特別好深感受咧，就係正如頭先何校長咁講，就呢個地方好有愛嘅。照顧小朋友裏面咧，我係見到非常細心。因為我都會去經常去唔同嘅地方。其實一個地方嘅溫度咧，你好容易感受到。我好遠頭先一嚟到，其實第一個埋嚟招呼我嘅咧，就係梁主任。咁我第一件事恭喜咗佢先嘅啦。咁啊咁耐冇見咧，佢個熱情，佢嗰個溫度仍然都喺度。所以咧，我覺得好開心就係可以再次嚟到呢度。第二咧就都恭喜家長，今日咧你小朋友結業啦，亦都恭喜家長咧，你好有眼光，揀咗一間好好嘅學校。其實而家好多人嘅討論就係出生率好低啦，仲生唔生細路仔啊？咁所以咧第一件事都要俾啲掌聲家長，你願意生咧，真係好重要。咁真係我自己都係媽媽嚟嘅喎。咁你問我媽媽，你作為媽媽有冇後悔咧？我真係覺得有教養細路仔咧，人哋用一個
3、2、1，最後3、2、1。恭喜各位小朋友！接住落嚟，我哋班集得獎嘅小朋友包括上午幼兒班名及全日幼兒班名黃希晴、黃朗維、丁子朗；上午低班名、全日低班名及全日低班線梁仁希、曾玉權、鄧海彤。請各位嘉賓與小朋友一同拍照留念。好，各位望一望，3、2、1，3、2、1，最後3、2、1。恭喜各位得獎嘅小朋友！為咗鼓勵小朋友多閱讀，培養閱讀嘅興趣，促進親子關係，學校都舉辦咗閱讀計劃獎，並設置咗優秀閱讀獎及閱讀計劃獎。借閱圖書達12次或以上就會得到閱讀計劃獎。而除咗借閱圖書達12次或以上，於每班都會甄選出最優秀嘅閱讀記錄冊。校長同老師們都好欣賞親子一齊努力嘅成果，額外獎勵佢哋，並獲得優秀閱讀獎。現在請何校長陪同主禮團為小朋友頒獎，排名不分先後獲得優秀閱讀獎嘅小朋友包括上午幼兒班名及全日幼兒班名韋曉天、梁妍希、譚卓希；上午低班名、全日低班名及全日低班線李欣華、梁靜喬、戴信華。請各位嘉賓與小朋友一同拍照。好，各位問呢邊，預備3、2、1，3、2、1，3、2、1，OK。恭喜各位小朋友！接住落嚟，繼續頒發閱讀計劃獎。獲得閱讀計劃獎嘅小朋友包括上午幼兒班名及全日幼兒班名莊星朗、林子喬、李曉蘭、鄧子靜、黃希晴、黃朗維。請各位嘉賓與小朋友一同拍照留念。好，大家一齊望呢邊，預備3、2、1，好啦，預備3、2、1，3、2、1，OK。恭喜各位小朋友！葉晨月、李欣樂、吳宇軒、蘇俊宇、丁子朗、唐立兒。請各位嘉賓與小朋友一同拍照留念。預備3、2、1，預備再嚟一次3、2、1，最後3、2、1。恭喜各位小朋友！謝曉華、黃柏津、胡秀月、余千玲、余天元。請各位嘉賓與小
個鏡頭，一齊望3、2、1，3、2、1，3、2、1，好。恭喜各位小朋友！接住落嚟，我哋嘅就為上低班名、全日低班名及全日低班試得獎嘅小朋友頒發閱讀計劃獎。范嘉林、關浩然、劉俊燕、梁展睿、李安智、李柏賢。請各位嘉賓與小朋友一同拍照留念。好，各位一齊望呢邊鏡頭，預備3、2、1，3、2、1，3、2、1。恭喜各位小朋友！吳景賢、鄧海棠、陳俊熙、方思琳、廖曉晴、吳海蘭。請各位嘉賓與小朋友一同拍照留念。好，各位一齊望呢邊鏡頭，預備3、2、1，3、2、1，好，預備3、2、1。恭喜各位小朋友！蕭雨晴、曾毓權、溫思玲、胡耀天、余樂希、李子能。好，如果一齊望鏡頭，預備3、2、1，3、2、1，3、2、1。恭喜各位小朋友！請各位主禮團留步，為咗感謝各位嘉賓喺百忙之中抽空嚟臨結業禮，我哋都有少少心意答謝各位。現在請小朋友代表為我哋致送紀念品，請各位笑納。一齊嘅望鏡頭，預備3、2、1，3、2、1，3、2、1。唔該曬各位嘉賓，感謝你哋抽空嚟臨我哋嘅結業禮現場。
現在請黃校長到台下就座，欣賞接住落嚟嘅節目。我知道小朋友都好期待今日嘅畢業禮，佢哋都想將佢哋喺音樂同埋體能堂所學到嘅表現出嚟。感謝校長、老師同家長嘅悉心照顧同埋栽培。各位家長，你哋想唔想快啲睇表演啊？想啦！你哋估唔估到咧？第一班表演嘅小朋友係邊一班呢？首先係為我哋表演嘅就係上午低班名、全日低班名及全日低班線嘅小朋友，佢哋準備咗2個滿載心意嘅節目，每一個都係充滿心思同埋充滿童真嘅。首先登場嘅表演節目係 Every Move I Make， 我見到佢哋都準備好啦，我好心急想快啲見到佢哋啊！各位家長，你哋想唔想快啲睇佢哋表演啊？咁我哋就用熱烈嘅掌聲歡迎低班嘅小朋友出場啦！
都離唔開身邊每一位重要嘅你。例如係感謝悉心照顧嘅爸爸媽媽、耐心教導嘅老師，正因為有大家一路陪伴、鼓勵同行，同埋守護佢哋，先令到小朋友每一次向前邁步都係充滿住勇氣，無所畏懼。各位家長，你哋想唔想回顧一下小朋友喺過去一年裏面成長嘅每一步呢？我哋一齊睇下佢哋識茶點、玩遊戲、做手工，同同學一齊分享玩具，一齊玩，一齊聽故事嘅開心畫面啦！事不宜遲，我哋一齊欣賞下小朋友嘅校園生活片段，去片。當初跟你被放成為戰友，到下課仍要牽手，作年幼學會相觸悲奏，到大個為了奮鬥，把記憶留在千秋，有煩惱學會了笑笑口。當初跟你被放成為戰友，到下課仍要牽手，作年幼學會相觸悲奏，到大個為了要奮鬥，把記憶留在千秋，有煩惱學會了笑笑口。
己最細最可愛嘅小朋友，就係幼兒班明嘅小朋友啦。佢哋咧準備咗一首可愛嘅英文歌《Such a Happy Day》作表演，用呢首甜甜咁開心嘅歌去代表佢哋呢個學年裏面快樂嘅點滴，同時都表達咧佢哋即將升上低班嘅雀躍心情。咁事不宜遲，我見到佢哋都準備好啦。接住落嚟咧，我哋用掌聲歡迎上午及全日幼兒班明嘅小朋友出場同大家見面啦！佢哋咧見到佢哋雖然係年紀最細嘅小朋友喎，但係佢哋為咗今日嘅表演咧，都做咗好多嘅準備㗎。佢哋咧每日咧喺睇落堂嘅時候，都見到佢哋咧有努力練習去跳好呢首歌嘅喎。咁各位家長可以期待一下陣間佢哋嘅表演啦。我哋再一次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哋先。Smile, as the king flies back.
寫字，學習遵守規則，學習點樣同小朋友互相分享，一步一步咁樣不斷進步，茁壯成長。嚟緊新嘅一學年，佢哋都會繼續做勤勞又開心嘅小蜜蜂，保持積極樂觀嘅心態，努力進取，準備做有擔當嘅大哥哥同埋大姐姐。咁我哋依家就俾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一班可愛嘅小蜜蜂登場啦！
上午及全日幼兒班齡嘅小朋友出場，我哋俾啲掌聲歡迎幼兒班嘅小朋友出場。家。
同時多謝